开始来关心是控制署总统大选登记，今仔日是最后一天。那配合最后一里路，昨昏也是超袂好势。鸿海创办人郭台铭，也有民众党总统参选人郭文哲、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，昨下晡是举办整合会谈。前总统马英九也有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嘛有到位，也毋过并无达成共识。23尾暗，郭文哲、郭台铭、马英九、侯友宜、朱立伦5个人决定公开伫媒体头前面对面举行整合会谈。郭台铭讲，拄好是感恩节，希望那配合的结局是美好的。邀请我，他说你是老大，你是大哥，因为你出来做汤哭，让我出来做统哭，怎么促成蓝白郭的合作？是我人生最重要的另外一个里程碑。郭台铭讲，已经伫咧253号房传3个人的位，正伫咧安排编制5个人的位，也强调协调爱私密性，会保证全程录音录影。伊讲，因按可能会透明进行协商，因为马英九甲朱立伦也来，郭台铭讲伊有淡薄意外，也讲若是要等到政党协商，伊就退出。我是见证人，原则上不发言。我出席就是代表我支持今天这个在野合作、在野联盟的会议。侯友宜念出郭文哲所传的简讯，讲出三方互相约束协商的过程，也讲到郭台铭需要找一个理由退选，只要公开就会使。郭文哲回讲，侯友宜无应该公开2个人简讯的内容，怎么爱想的是安怎做对台湾上好。3个一起见面，也是塑造一个团结台湾的意向。如果 credit 要给郭董，直接在他家也可以，不然就找一个饭店都可以。他需要找一个理由退选，所以给他面子也是好的。虽然我是同意的啊，但是把私人之间的简讯拿出来念哦，通常这个是名嘴跟侧翼在做的事，不是总统要做的事。侯友宜讲到，伫咧马班达成的6点共识加民调的证据，强调无所谓的牛6趴，也无色人牛色人，伊无法度接受人格侮辱。郭文哲重申，伊是尊重所有的人，若是过程中要提政党的利益，或者是个人的利益，这毋是台湾长远发展希望看到的。校官2个人为着民调入湾，现场休5分钟。在遐整合会谈正日下半场，那边议员伫咧民调，过半发言人黄素秀的发言，和国民党主席朱立伦随都登去。我们真心的不希望蓝白再执着在民调的争议上，就如同郭董也不会去要求朱主席说检视5月份的10几份民调，千万不要侮辱5月份的民调，那3份对不起参考民调。是每一份都是真实的，对不起，可以经得起所有的考验。朱立伦发言了，随甲马英九、侯友宜离开会场。郭台铭尾下登来会场时阵讲，感恩这天面对无言的结局，心内真歹接受。我不希望是有无言的结局，在感恩节当天，但很不幸的，好像是无言的结局。记者综合报道。